高雄一个科技大学的查某学生出面指控，讲伊长期以来和系上的老师乱摸。去年底呢，佫互叫去研究室，互这个老师对伊后壁甲伊染两解。这个查某学生伫网络顶头也找到其他的受害者，上报有22个人受害。伊也伫咧烦恼讲，这老师特别退休啊，若准来退休就无法度甲伊调查。学校目前已经启动这性病调查咯，也甲这老师停聘3个月，也无要接受这个老师的退休申请。 我连续1个礼拜都梦到那个老师对我性骚扰，就觉得很不舒服、很痛苦。代志发生要1个月，女大学生要是常常对噩梦当中行起，指控高雄某科大一位查甫老师对伊性骚扰有3学期。就背对着他，然后他就从后面环抱我。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超过了，因为他平常会有对我摸手或是搂腰、摸屁股、不小心摸到胸。 查某学生就网问共校的学生，敢有同款的经验？真侪位在校生甲毕业的先辈拢讲，也互共一位查甫老师吸过。这位老师疑似长期用同款的手法对待学生，何况所会对后壁甲女学生染泪，佮会蒙头蒙手染腰，互学生无爽快。初步掌握至少22个人受害，也有13个人当场看到。20下晡，女大学生也向警方报案，无法度到场的人请女学生转交文字的内容，说明拄到的状况。 依照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第34条，去年3月8号修正生效，学校应该要展开全面的普查。学校正式收到陈情，通报加长工就组成调查小组，完成第1届调查访谈了后，又搁发现受害者增加，按上伫旧历过年进前审议新增个案。 调查了后，若是真的，就会处罚。按照法规，教师涉入校园性别事件，停聘改评定期间未受理退休或者是资遣的申请，检举的内容若符合实际状况，一定严格处罚。日本基金会是表示，这位老师的行为涉嫌严重性骚扰，应该直接改评，也要全面普查，应该追究这位老师任教的前一间学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